老臉做嘢，中票揦嘢啊！無恥之聲，全憑無限票倉，方可上任執政。待到事發就繼續揸應，亦算是配合中港國情，可知報應。中票講咗咁耐，高登連歌仔都改埋啦。廉署原來一路都做緊嘢嘅，上星期五起拉咗22人，指佢哋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，其中6個人仲已經被落案起訴添，唔准保釋，今日提堂。佢哋全部嚟自油尖旺京士柏選區，都係報住煙廠街華新大廈7樓 A。呢間屋犀利咯，選民登記冊話佢住咗12個人，仲有10個唔同姓添。出入嘅人都多㗎，都多㗎。好多啊，多成點啊？成日有啲唔係好熟面口啊嘛。係啊。但係佢哋係講普通話嘅。係講普通話。點解嘅？你聽過佢哋對答講普通話定係同你哋？我聽到嘅，聽到嘅。呢區有5個候選人，報稱獨立人士嘅梁偉權以1045票勝出，輸2票嘅民協林建文考慮緊申請選舉無效，要求重選啊！因為我只係相差2票咧，而有既然係有20票係唔應該投票嘅人投票咧，咁即係話呢個選舉根本就唔公平。不過今次拉嘅都只係選民咋，佢個票龍老豆，居民人都搬走埋啦，但警方都仲未聯絡佢，睇嚟老臉真係要快啲手腳先得喎。